大家早晨啊！喺八卦尾今日佢拆解2025年3月25嘅開運玄機。今日而立財好似去做嘅小投資，可能會有唔錯嘅回報。去股票市場睇下，或者有啲低價股值得入手。今日仲宜開市，做生意嘅朋友今日開張可能會好順利。新鋪頭開張，搞咗優惠活動，吸引下客人。立券交易都好啱，簽合同談生意可能會有好價錢。開光安利上梁蓋屋都可以考慮。今日忌搬家，本來想搬屋嘅朋友最好等陣先，可能會有啲波折。動土破土都唔好，屋企搞裝修嘅今日停一停啦。安葬行喪就更唔使講啦，出行都要小心。今日出門公幹或者去旅行可能會遇到嘅麻煩，嫁娶入宅移徙都唔好。想娶老婆或者搬新家，睇等個好日子先。告狀打官司都要避免。今日吉神有雙日，逢馬、天后、天巫、福德、聖心。感覺到未？好消息隨時會出現，堅持做你啱做嘅事啦。凶神有午戌、土符、大煞、往亡、重日、朱雀，要小心啲。所以今日千祈唔好冒進，穩陣行動。太神漸放喺房內北，屋企有孕婦喺房內北邊，最好唔好亂動。朝早拆解到呢度，記得留言話我知有冇試過我哋建議啊。午後再見啦。